嗱，香港、澳門而家沙塵天氣啦，就以我自己嚟講咧，個喉嚨啊都有少少唔舒服啊。係啊，即係就唔係話食嘢問題咯，就係嗰個天氣問題咯。其實佢一有沙塵呢沙塵氣流呢一樣嘢出嚟嘅時候咧，已經係非常之唔舒服㗎。我自己覺得係啊。嗱，可以睇睇新聞點講啦。嗱，新聞提到啦，嗱，多區嘅空氣差，健康風險好高啊。醫生啊呼籲啦，你啲長幼啊留喺屋企啊，唔好做呢一個劇烈運動啊。嗱，內地嘅沙塵氣流啊襲香港啦，咁啊香港同澳門一樣啊，襲埋澳門噶啦。咁香港嘅空氣質素啦，喺前日開始啊就已經轉差啦，去到今日啊14號啊，香港多區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嘅風險級別咧，仍然係高到甚高，懸浮粒子 PM10嘅濃度平均係超過每立方200微克啊，部分嘅區域啊更加達到300微克以上啊，咁啊所以咧個喉嚨咧成日都唔知點解咧，就好似有啲嘢喺度整下整下咁樣啊。咁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梁子超提到啦，PM10同 PM10.5都有機會被吸入氣管啊，有機會引起呼吸系統發炎等等嘅疾病啊。心肺功能比較差嘅人啊，更加有機會引起心臟病等等嘅併發症啊。佢呼籲高危者同埋長幼，即係年長嘅人同埋年幼嘅人啊，盡量留喺屋企，避免喺戶外劇烈運動啦。咁但係好難喎，嗱，你話老人家佢又可以留喺屋企啦，咁但係小朋友嘅話佢留唔到喺屋企喎，小朋友佢只能夠返學嘅啫喎，咁你返學點都會有劇烈運動嘅喎。咁其實去到今日朝早啊，佢話香港18區個空氣質素咧，同埋呢個健康風險啊，已經係高到甚高啦，屬於不健康水平啊。13區嘅空氣監測站咧，亦都錄到一個叫甚高嘅風險水平啊！包括屯門啊、銅鑼灣啊等等等等啦。不過睇下澳門嗰個氣象局又有啲乜嘢情況先？氣象局嗰度應該係會有嘢睇一睇嘅。澳門呢邊應該都係差嘅個空氣佢有冇咧？你等陣啦，我鬧一鬧先。嗱，澳門都係啦，受到東北季風相關嘅沙塵天氣影響啊，預料今日咧澳門風勢較弱啦，但係污染物擴散條件較差，澳門嘅污染物濃度未來一段時間都會係處於一個較高嘅水平啦。預料今日澳門嘅空氣質量將會維持於非常不良去到嚴重嘅級別，患有呼吸系統疾病同心臟病嘅人士、孕婦、兒童同長者應該要避免戶外活動同埋戶外逗留啦。而一般市民亦都係應該要盡量減少戶外劇烈運動同戶外逗留嘅時間啦。嗱，你睇到啦，咁個空氣質素咧就叫做非常非常之差啦。嗱，你睇下澳門張相，哇！你睇下舊雲呢度係灰茫茫一片嘅，見唔見到啊？即係天文台影嘅相嚟噶嘛？呢個實時照片嚟㗎。嗱，你睇下呢個實時照片，一直都係灰茫茫一片嘅。係啦，你睇下嗱呢張啦，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啊？呢張圖嗰啲塵嚟嘅喂，大佬，啡色㗎。你睇下，即戴口罩都唔掂，我覺得而家你睇下啡色㗎成個澳門，我諗香港應該都係差不多狀況喎。係啊，唔係你其實你而家你喺外邊行都可能已經叫有少少劇烈嘅運動㗎啦，所以戴口罩啦，只能夠戴口罩。希望戴口罩咧會好少少。係啦，上邊有啲毒霧飄到去南方啦，毒霧埋去到南方。其實咧我又諗緊一樣嘢喎，話就話咁樣沙塵啫，其實會唔會有另一個可能性咧？大家覺得合唔合理咧？就係啦，咁其實咧大陸而家咧就係咁喺度趕工。咁佢趕工嘅時候咧，會唔會出現一種情況？呢種情況就係間工廠都開工，然後嗰啲霧霾嘅嘢咧就落晒嚟咧。有人咁同我講，但係我覺得個合理性唔高，因為其實你講緊啦，
你其實好多工廠停工啊，真啦，邊有工廠開工啊？啱唔啱先？你應該係冇工廠開工喎，應該係啲工廠停工至係喎。咁啊，工廠停工，咁點會咁樣咧？所以呢個咁樣嘅沙塵天氣，我都唔識解釋啊！嗱，你睇下啦，嗱一路都係有塵㗎，你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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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要吹走佢都要用幾長時間喎？啊嗱，澳門呢邊就咁啦，嗱睇埋香港啦。睇下香港嘅圖片啊，嗱香港，哇你都睇唔到對面啊！呢啲唔係霧嚟嘅，呢啲係塵嚟㗎。嗱咁啊，環保署嘅資訊就話啦，高危人士咧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嚴重嘅健康反應，部分公眾咧可能會出現健康反應啦。多區可吸入嘅懸浮粒子相當高啊！哦，話你睇下，你睇下。全部都係高同甚高咯，基本上都係甚高咯。你係啲可能叫做冇咁人口密集嘅地方咧，就可能叫做嗰個係數低啲，但係你低咧都去到7，平均都係8到9啊。係啊，你幾攞命？哇！你嗰啲係數幾高？嗱，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梁子超佢就話啦，PM10同PM2.5咧。分別直徑係10微米同2.5微米或者以下嘅粒子。今次沙塵氣流入邊嘅粒子咧，以 PM10為主啦，體積比較大啊，所以比較難吸入肺部，但係仍然有機會刺激到呼吸系統，引致發炎啊。另外啦，香港二氧化氮嘅濃度亦都高啊，佢話有機會啊刺激到呼吸系統啊，引起不適啊。佢建議啊嗱。你哋咧嗰啲心肺功能比較弱嘅人啊，要留喺屋企啊，出去咧要戴 N95嘅口罩啊。而今次沙塵氣流啊，係由內蒙古嘅沙塵暴南下演變而成啊！哇，咁誇張！內蒙古喎，大佬，內蒙古喎，好遠嘅喎，咁都吹到落嚟啊！啊，內蒙古喎，咁犀利嘅咩？啊，即係佢喺內蒙古度一路吹到落嚟咯。你睇下啦，真係吹落嚟嘅喎。嗱，你睇下啦，喺蘭州市嗰度一吹啊，嗰陣時咧未到香港嘅，咁啊而家嚟到香港啦，咁啊佢可能會持續幾日。喂，落個雨會唔會好啲咧？如果落個雨好啲嘅話，我希望落雨咯。內蒙古吹到嚟啊，驚未啊？喂，我覺得幾誇張喎，而家呢咁嘅天氣。嗱，仲有啊，佢話北風，仲有溫帶氣旋疊加，所以個沙塵暴啊，吹到嚟香港咧，屬於巧合現象，係沙塵天氣。咪而家個喉嚨咧係好唔舒服㗎，我而家喉嚨係好唔舒服。嗱，你睇下啦，內蒙古啦，佢喺呢一度啊，內蒙古，跟住咧呢邊一吹啊，嗰邊一吹，哇！你一吹嗰個沙塵天氣好勁喎，即係話佢嗰邊平時都係咁嘅款嘅喎，你吹到落嚟喎，成個大陸都受到沙塵天氣影響喎，係沙塵暴喎。你睇成個大陸有超過一半係沙塵暴嗰個天氣影響咯，啱唔啱啊？係咯，嗱個沙塵氣流襲港啊唔常見啊，對上一次啊係15年前啊，哇！我覺得我哋呢代人咧係好巴閉嘅，係啊，我哋呢代人真係乜都俾我哋預齊晒嘅，係啊。就連啲乜百年一遇啊、千年一遇啊、乜幾千年一遇、幾百年一遇咧，嗰啲水災咧，我哋又遇到晒喎。咁跟住咧，你話貿易戰啊，我哋又遇到晒啦。跟住咧百年未有嘅大變局啊，我哋又遇到啦。咁啊，股市熔斷大奇蹟日，我哋而家咧見到嗰啲大奇蹟日咧，好似食生菜咁啊。係啊，我哋而家大奇蹟日好似食生菜咁啊。你過2日咧就會有大奇蹟日㗎啦。啊！即係無論你咧係大陸又好，鬼佬都好，佢哋又諗盡方法唔俾個市跌嘅，即係佢哋已經有充足嘅經驗啦。啊咁一跌完之後咧，自己買完咧就去做翻個大奇蹟日，就去收割翻啲人啊。係啊，係啊，咁樣非常之恐怖啊！嗱咁啊呢個啦，睇埋佢啦。對上一次啊，2010年啊。今次沙塵主要嘅2個因素配合，第一風要較大，第二啦，路徑吹向我哋呢邊，喂我都識講啦咁樣。話內地嘅風力啊
係類似香港嘅10號波，遇埋疊加效應啦。內地個大風好勁啦，即係話佢話而家近年嚟啊，蒙古嘅畜牧活動增加，會引起更加多嘅沙塵暴啊，啲咩牛啊、羊啊、駱駝啊多咗好多啊，所以草原開始有荒漠化出現啊。佢話並唔一定會南下個噃，有時候會日韓嘅喎。喂，咁如果日韓嘅話，我啊想睇下你個沙塵暴啊吹去日韓啊點搞喎？喂，呢個我又想睇睇喎。啊沙塵暴吹去日韓喎，到時日韓會唔會嘈嘅咧嗱？喂，如果係日韓嘈佢嘅話，我覺得成件事又係幾過癮嘅喎，我覺得係咯。咁啊當然啦嚇，咁喺度都係更新翻一啲關於新聞方面嘅天氣啦。咁啊大家出街自己小心啲，戴好口罩啦做好防護措施，知唔知道？好啦，我哋睇第二個新聞啦。